新北县政府最近有启用偏乡的行动图书车，未来会迁入尖石的后山部落，让山区的学生囡仔买当看到无同类型的册。行动图书车来到现场，车道拍开，囡仔等袂赴，连伊冲过来，开始拣家己有兴趣的册。每一个囡仔拢看册看甲真认真。以前我都不能看到这些有趣的书，很开心。为什么？因为第一次看到有那么多书。为了加强偏乡教育资源，新北县特别参科技业者合作，打造偏乡行动图书车，巡回驶到尖石地区的学校，让偏乡的学生有更加多的册会当看。让我们的小朋友从小就朝着我们伟大的力量去迈进，也希望他们将来为我们的社会建造更多的黄金屋。因为幅员太过辽阔，所以阅读的人并不多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行动书车的一个善用呢，能够提升我们所有阅读的一个机会这样。未来这台行动图书车按算上远会驶去到司马库斯部落，和后山地区的囡仔来当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